一个思念美地，仰望故乡的月，听着圣经故事，用生命见证结出人生甘甜。欢迎收听喜悦姐姐讲故事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由真耶稣教会所制播的厝边隔壁。大家好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喜悦。今日喜悦姐姐讲故事，要来分享的是孤单人生无孤单，小雅的生命故事。小雅的这个爸爸妈妈在13岁这时阵就来离婚了。妈妈因为网络交朋友，就吵着要跟爸爸来离婚。常常无缘无故就用铁锹来给拍，用垃圾话来骂囡仔。小雅常常去互法规跪到天光，甚至是困去啊。爸爸工作是开怪手的这个司机，嘛是订卖动漫甲到线顶的游戏，真少来关心着伊的课业。学校的这个联络簿嘛，敢若负责来签名尔。伊讲这个读书唔是最重要的，做人比较较重要。小雅的这阿嬷就住伫对面的社区，爸爸妈妈离婚的这时阵，伊甲哥哥互阿嬷咧照顾，但是阿嬷佫特别来挺身着哥哥，对着小雅就是一直看袂顺眼，可能就是伊的外表甲伊的言行。真亲像阿嬷家己的这新妇，就是小雅的这妈妈。小雅甲爸爸同款，拢真介意看动漫，甲到线顶的游戏，而且真介意来画图。无的确是在遐看动漫，在遐学这个动漫。意思到讲，伊的价值观偏差了，因为过度来沉迷着伫内底。定定就是家己就好亲像画图内底情节的人物，平常时的这表现真怪卡、真单纯，但是想袂到讲交男朋友了后，因为感情袂顺，就家己来自残。虽然的这代志爆发了后，阁是歹收煞，伊又阁交了一堆歹朋友，从此这个白菜话不断。伊曾经自残过2届。所以，游玩常常用到网络、软体，甲别人来谈情说爱。对话当中有男女中间迄个暧昧的情绪。放学了后，曾经甲男朋友反锁伫教室内底做亲密的动作，结果去互同学跳窗门开门来发现，请老师来处理。也毋过伊游玩就是家己是对的，小雅毋知影讲要认错。嘛唔知影讲家己错甲实在太离谱诶！小雅的这个机智开始狂妄怪异，恐惊伊还阁染着毒品嘛无得卡。小雅伫学校甲到厝内底看起来敢若2个无共款的人，连伊唯一的这阿哥对着伊嘛已经到了用要放弃的这个地步。伊的言行举止当中有太侪白菜话了，唔知影讲多一句才是真的。阿哥就用要唔捌着这个原本单纯的小雅，就对伊讲：你的代志已经行到这个地步，已经无好好通读啊！除了去互恁老爸放弃赶出这个家门以外，即马只剩落咱主耶稣会当救你啊啦！你知无？阿哥表示讲，当初时家己嘛软食过，是因为讲明白了主耶稣，而且伫教会得到了圣灵，生命才有了改变。阿哥已经伫真耶稣教会来信主受洗了，伊有真深刻的这个体验，伊了解着讲，伫人所袂当做到的代志，伫神凡事拢能。
阿哥相信主爱主耶稣会当拯救人，嘛希望小雅互家己的机会，甲伊做伙到真神同在这教会，做伙去体验这位真神，向主耶稣来敬拜祈求，诚心来向伊悔改。小雅若真正来真心悔改，想要重新来做人，主耶稣的确会将圣灵赐落来，予伊属灵的这个能力。彻底来帮助伊改变家己，也若无小雅这人生的确是黑暗无希望。对呢，去个礼拜这安息日，小雅都真顺服，带着阿哥到教会来聚会，感谢主耶稣的这带领。开启了小雅的这内心无拒绝，听清楚道理。大约无到2礼拜，这无多的这时间，就领受了圣灵了。这2礼拜这中间，伫厝内底甲阿哥做伙来祈祷。伊祈祷开始有灵验的这时阵，阿哥也个一度来怀疑讲，这个小雅是毋是模仿的学来？心肝里想讲，这个囡仔吼实在是真害啦，害甲吼无药可救啊！到底伊是有真正来悔改无？阿哥当时真正真歹相信伊，尤其是对小雅定定会讲白贼话，会当讲是做失望的，会当讲是透底咯。事实不然，因为借到主耶稣这力量，甲到圣灵的帮助，小雅有了全新的这转变。伊就伫2018年的春季灵恩会来接受洗礼，到即马嘛几啊年啊，感谢主，迄个状况是愈来愈稳定。小雅嘛伫个各中班的这见证影片顶悬为主耶稣来做见证，而且伊定定甲传道人有迄个陪信的联络。真正来感受到主耶稣将伊拯救出来，嘛真爱伊，改变了伊生命这本质，互孤单的人生无搁再孤单，因为有主耶稣基督做小雅随时的这帮助，甲着依靠。阿哥原本为小雅祈祷的这时阵，内心拢是充满着悲伤甲着无助。伊真惊讲小雅伊甲家己较早共款吼，或者是讲去行入去小雅家己妈妈的这个后路。伫人所不能的代志，伫神凡事拢能。主耶稣安那来救一个人，毋是人会当预料到的。将来，这个阿哥吼，毋捌想过讲，小雅会遮尔紧就得到圣灵。伊就是讲，阿哥爱一个真长的这个时间，原来比真神来接纳是遐尔容易。阿哥嘛回想到伊家己的这过去哦，较早这人生嘛是迷迷茫茫。但是来到主耶稣教会了后，伊求着圣灵，因着主耶稣的这爱，怜悯了偏差的小女子。感谢主耶稣的这拣选，这款的这个赏赐，这款的这个慈爱，也若无两个查某囡仔这样糊里糊涂来过人生，毋知影讲人生的方向伫倒位，是要流落到倒一个黑暗的角落去咧。也若小雅嘛毋知影讲会变做什么款型，这个孤单人生无搁再孤单的这稳定，拢是主耶稣亲身带领赏赐，愿这一切荣耀拢归乎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毋知影讲你听了小雅的这生命故事了后，有啥物款的这感受咧？
咱世界一直在变哦，但是有一项无变的，就是爱。爱是咱每一个人所仰望的，以后咱的这个生命有价值、有意义。无了爱，咱就感觉无完整、真缺乏，甚至来被失去。也毋过，咱会当去倒位来找到爱咧。当然，一般人咱首先是为父母、兄弟姊妹身上去体验到爱。当咱大汉了后，咱首先感受到朋友的爱；结婚了后，咱感受到另外一半甲到后生查某囝的爱。确实，厝内底人朋友的爱伫咱生活当中扮演了真重要的角色。虽然讲真美好，但是爱却被时间甲到情形有所限制。亲像讲，爸母离世，爸母适合家庭破碎，那兄弟姊妹结婚去啊，搬出去啊，朋友当中的这个疏离，后生查某囝大汉嘛各自成家立业。所以呢，咱所得到这爱，拢是有条件的。有当时朋友伤过无闲，嘛无法度来听到咱的心声。兄弟姊妹有当时斗相共，嘛是爱有条件的吼。这个翁仔某呢，嘛因为讲无搁再感受到彼此这爱来离婚。有当时咱甚至会互咱所爱人来伤害吼，就好亲像故事的这个主角小雅共款。即互咱想到讲，是毋是讲有人会当完全无条件、无迄个限制来献上永远的这个爱来爱咱？这个答案是有的。有一位伫咱上不配这时阵来爱咱，伊爱咱，甚至为咱牺牲了性命。伊对咱的这个爱是遐尔超凡、遐尔伟大，甚至超越过咱的知识甲到了解。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这爱着咱世界上的人，甚至来牺牲着伊的生命伫十字架顶悬，互咱会当为罪当中来被救赎出来。咱对别人的这爱是有限的，定定耐心考虑着咱家己是毋是有方便无，是毋是值得来付出。但是耶稣基督伊却将伊的生命完全来献上，互咱会当甲伊做伙来享受到迄个永生。咱只敢爱咱所喜意的这人，或者是配得咱爱的人，咱真少去爱咱的仇敌，会去爱迄个未晓感恩的人，或者是讲咱认为无价值去爱的人。但是伫耶稣的这间内，虽然讲咱不配来得到伊的这恩典，不过伊却来牺牲家己，因为伊爱咱。耶稣伊就永远的爱来爱咱。有一天，咱对别人这爱会因为情形的改变，或者是讲因为咱离世路来中断，但是无任何物件会当隔绝着咱甲基督的这爱。不管是环境逼迫、时间的这流逝，或者是死亡，基督的爱超过了全人类的爱，因为伊是道成肉身的神。人类的爱是真奇妙的，但是有当时咱却感觉敢若生命当中缺乏了什么。耶稣要依着伊完全的爱来弥补着咱心灵的这空虚，所以伊带咱来亲近伊，互咱会当真正得到满足的喜乐。伊嘛应许着咱，只要咱全心全意来找找着伊，咱就的确会当找着伊。亲像故事当中的主角小雅伊透过圣灵的体验，伊体验着神的存在。也伊嘛借到大水的这洗礼，伊因为耶稣基督的这保护，下去伊的罪，伊嘛得到了这个改变。所以，亲爱听众朋友，假使讲你嘛想要来体验到这个完全的爱，来明白耶稣基督的这个大爱，你嘛会当来读圣经，来了解到这位真神，了解到讲耶稣因为爱你，来为你所做一切代志。你嘛会当到咱各个这所在，真耶稣教会来听别人的这见证，对着神奇妙的这体验，
每当透过咱厝边隔壁大家好，也个心灵的游牧民族，加真济广播来听阮的见证，甚至呢，你会当家己借到祈祷，甲神来做灵交，将你心中一切之需要甲讲，无偌久，你将会体会到等待真久，迄个完全的爱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今日希望这广告词就进行到这。在咱节目要结束之前，希望有缘要邀请到咱所有亲爱听众朋友，甲咱做伙用到安静的心、虔诚的心，来向天顶的真神献上咱的祈祷。奉主耶稣圣名祈祷，亲爱救主，永远存在天父和平的君王救主耶稣基督。我们来感谢俄罗你，俄罗你的大能甲到主爱，因为你造天造地造海，又搁赏赐五谷菜色，凉风化开，予阮所有世间人来响应。你嘛赏赐生命这道理，予阮活伫黑暗当中，死荫内底人，拢会当伫人生的道路顶悬找到活路。予阮有真正来自你的救恩，靠着你的福音来超越着世间苦难的这环境。予阮生命这心灵，因为你真理的这教导，圣灵的同在，有了心灵的力量来甲阮斗相共，予平安喜乐临到阮，来改变阮，来更新阮。虽然因为过去，当阮毋明捌你的这时阵，阮的环境生活困难是遐尔艰难，遐尔无盼望，心灵生命是遐尔之黑暗，无为神而来的这真理来满足，来得到喜乐。但是主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真理的带领安排甲到体验。自从阮谦卑，望到你的带领来明白你了后，阮会当借到你真理的这话语，来得到生命的喜乐，予阮会当靠着你宝贵的真理、圣灵的同在，全然来交托予主，来赢过种种的这困难，伫主你的救恩内底保守甲到平安，嘛予阮更加来体会到真正信仰实在这生命当中超然的这重要性。予阮更加来珍惜到你的恩典、你的福音，来感念到主你的救赎之恩，是超越世间一切的这价值。主啊，我们来感谢到你的带领，借到今日的生命故事，求主你施恩来带领，亲自开启到咱亲爱听众朋友的心，予阮每一个人拢有机会有信心，甲相爱同款。会当找到主，你正做阮的救主，做阮的真神，来突破掉生命的苦境，来得到心灵甲肉体生命这平安甲到喜乐。最后，阮也愿将一切荣耀、权柄、恶乐，拢归到主你的圣名，嘛愿恩典、平安、喜乐、福气，拢归到阮亲爱听众朋友。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各位亲爱好朋友，时间过了真紧，咱的节目嘛将近尾声了。如果你若介意今仔日的节目内容，想要查考更较侪道理，欢迎好朋友来到真耶稣教会参加安教日的聚会。订阅阮的节目，留言给阮，甲阮分享你听完节目的感想。嘛，望好朋友会当分享给你身躯边的人。感谢你的收听，厝边隔壁大家好的节目，我是希望咱后一回再会，平安。